逐个月一摆的这个台语沙龙，台语沙龙有工作今日真欢喜，咱邀请到咱师大台湾语文学系教授李庆华教授来主讲市民地文学的语言选择啊语言人权这个问题现场有早伊所翻译的一本册叫做《后市民文学的语言》后市民文学的语言这本册连伊应该教授会搁介绍啦就是有早20本来尔20本。哇，安尼无够啦。无够，到去登记啊。好，安尼等下大家爱迄个先手先赢安尼啦真欢喜今日有对咱除了大台北地区咱的优质以外，还佫有对桃园新竹各所在来。中华嘞。中华。中华。对即个真远路安尼走来咱在场嘛有即个外国人有即个日本人嘛有即个香港人有即个研究生有咱长久以来咱小听台湾通讯广播基金会或者优质大家伫遮真热烈啦袂感觉寒嘛今日虽然讲气温较低来咱主持人呢是迄个伫 FB 公司的网站拢有即个世界台世界台的即个版主朱英成先生最近嘛开一个叫做祝英台读册会啦有趣味的当来参加。好，咱今日重点是咱今日的即个台语沙龙的讲座是咱的即个市民地文学的语言选择甲语言人权即个问题呢看起来敢若袂输，是毋是甲咱无关系？其实真有关系。问题就是，即摆台湾敢也阁是市民地啦，也是讲台湾的状况敢也阁是市民地的状况。其他国家的状况是安怎？李教授有常常甲无共国家的诗人、文学家、作家交流，伊嘛真了解无共国家的一寡市民地的即个文学创作因的即个真侪即个路途所以今日请李教授来甲咱主讲等下大家会当互相交流。我是李教授台语文教基金会执行长陈鸿辉，我是阿辉，感谢。即摆就甲麦克交互咱的主持人周永成先生这都讲了大家好，我是周永成今日当然主教李教授大家拢知影，因为伊伫台文这个领域不管是教学创作研究啦运动，种种方面拢有，伊拢参与足深所以今仔日这个主题伊来讲实在是真适合即摆就请伊就开始谢谢洪辉多谢永成小解各位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今日咱要来讨论这个问题。我有叫迄个私人册店早20本我这也是个主题的根据这一本册叫做《后市民文学的语言》。这当初我伫美国教册时，我都这本册都出版，英语版都出版，我感觉写了有够好的。所以我转来台湾开课时，我就拢有开一门课，就是包括讲后市民文学的语言，也是讲台语文学，甚至我开台语文学的课，我嘛有用一本英语做课本。后来发现讲，咱同学学生看了英语课本会惊，所以我后来就决心甲翻做中文，所以这本翻做中文，遮大本啦这出版社摕来就有买用迄个作者的折扣，互大家。所以你今日来的人会当摕一本200块尔你若摕了剩的人甲登记，有哪共款的折扣，到时甲你寄啦这个是毋是台湾？是毋是一个市民地？这个问题就是我今日讲的主题啦我即摆讲来讲，什么叫做后市民？什么叫做市民？什么叫做市民？过去了，咱讲后市民，后市民到底是什么状况？是毋是后市民了后就不市民？什么叫做赖市民？
什么叫做自我实现？哦，这拢会今日讲到。哦，啊，只要是伊这本册写得非常好，然后当初打迄个 Amazon.com 打出版我就买，读着就感觉讲啊，这个袂输咧写咱台湾啊，哦，迄有够下咱台湾用的啦哈，所以我就是讲，感觉讲咱台湾这本册假使若伫台湾无讲做畅销，无讲做流行，哦，做时行，这对咱的台湾的母语文学是真歹啦。啊，然后大家若无要读即款的册，吼，所以我嘛讲大家有哪尽量去推广即个观念，吼。我会记当初打开始，迄有哪真早吼，伫迄个台湾笔会伫台湾文学馆办一场，就叫做伊咧用华语写，叫做走出殖民的阴影啊。啊，我内底就讲这观念，啊，听讲在座听到的这迄个台湾文学界的这教授讲，规暝拢困袂去了，听我讲了，规暝困袂去。讲哇，啊，竟然和你所想的观念差啊济啦，吼！啊，讲第二天研讨会，拢还搁咧讨论我迄个题目，可见即个想法对因来讲是偌 shock 啊！啊，我就讲走出殖民的阴影，华语就是足慢的嘛。你用台语念，就走出殖民的阴影，你看偌紧吼！所以你若无要用咱的母语去殖民，迄是足无简单啦吼！目前台湾的困境嘛是有在遮啊。到底殖民这个代志，吼，对母语文学甲语言人权的侵犯是生怎安怎？咱大家拢伫台湾这个所在受到这个侵犯，长期来到今并无行咱一个公平正义啦，吼！咱咧讲转型正义，到今这个物件拢无做着，吼！一个国家一旦若互殖民，吼，这个国家境内的母语就开始流失，就像咱安尼，母语文化就无法度发展。毋过，无论是伫殖民时期，还是后殖民时期，我咧讲殖民时期，就是包括讲互日本殖民，互迄个中国殖民。你讲后殖民就包括讲日本的殖民结束，啊，甲包括讲台湾是毋是已经进入后殖民时期？吼，这足侪人有不同款的看法。以我的观点，我文章内底所讲到，就是到目前台湾也无脱离后殖民，也无脱离殖民，也未进入后殖民。啊，以我的观点是安尼啊。毋过无管是伫什么时阵啦，吼，只要有互殖民过，拢有本土的作家对殖民语写作感觉不安，感觉讲继续用殖民的语言去写作。感觉不安，拢会提出质疑，然后开始试用母语去写作。即全世界啊，我咧即摆咧讲的即种世界级的，全世界的现象，毋是干咱台湾啊。所以我伫遮甲要讨论两点，一项就是讲，台湾伫即个二度殖民之下，台湾文学作家的语言选择，以及母语文学的语言人权的状况。以及我要比较讲有几个英语殖民的国家，因的母语国家，也是讲殖民语作家写作的语言选择，因的动机冲突甲矛盾，哦，主要是讲这两项。第一个观念开始要讲一个叫做语言帝国主义。什么叫语言帝国主义？啊，语言帝国主义会造成什么现象？伊对语言来讲，伊就造成语言转换。语言变化叫 language shift， 都按本地的语言，你的母语转换去殖民语，啊，你到尾啊，就造成语言死亡，你的母语就死亡，啊，这个中间佫有牵涉着真济语言的变迁。咱台湾的语言伫历史上拢有受到两遍刻意的虐待啦，哈。就是两届正害的这个殖民语言政策，
就是大家所知影的，日本甲中国，强加互硬加伫咱台湾人民的即个两个语言是闽语，日语甲华语。1895年，日本占领台湾，日语就称做国语。1945年以后，国民党中国，我即摆称呼伊叫做国民党中国，因为即摆佫有另外一个中国，就是共产党中国，所以迄个中国，咱家叫做国民党中国。国民党中国接管台湾，就利用华语加做新的国语，所以伊拢无改变啥货，伊就是完全承受日本人的国语政策，嘛叫做国语。就甲迄个国语是日语换做华语安尼尔，咱台湾的母语，伫即两个时期拢互人用法令甲咱禁止。台湾人的国籍以前是日本人，如今是中国人。可能有的人感觉袂真介意即个名称，可能你可能较介意讲中华民国人，原直对我来讲拢是中国人。甲全体人民转换做无共国家的无共人民。当你本来是倒一个国家的人，即摆变做毋是这个国家，变做别个国家的人。即个殖民地国家语言政策，就伫即个关卡扮演足重要角色。我是感觉讲，若比较起来，就是国民党中国的国语政策。比日本人的国语政策更较成功，毋是讲加比例上成功尔，伫日本时代，台湾人还阁会感觉讲，我可能和台湾人爱讲家己的母语，但即摆已经无啊，即摆就是讲感觉讲迄中国人的华语，感觉足安稳、足自在，所以以前是用强逼。强逼你一定爱讲这，无甲你侮辱，甲你安怎？即摆是我感觉，即摆咱的语言情形变成讲，逐个人进入迄个就叫安乐死的阶段，安乐死啊，拢逐个死啊足欢喜无人感觉讲足痛苦，感觉讲就安尼就好就安尼继续死落去安尼。伫日本殖民的期间，即个。就是迄个日本的语言政策啦，因为伊要强加殖民主这个国家对其他民族的统治主权，所以伊除了讲政治经济手段以外，伫语言上伊爱全面要同化，安尼伊才有达成迄个目的。所以伫教育上，日语的普及。伊就是无法度欠缺迄个时阵，咱知影讲伫日本时代，台湾人的迄个母语政权受残害。廖汉成1954就讲着讲，迄个时阵台湾新文学运动就开始波动啊嘛开始规个全岛开始伫澎湃。台湾文艺联盟伫台北、嘉义、台南有成立分会。各地举行座谈会来提倡新文学，迄个中间呢，日本政府就开始甲因监视，愈来愈严重。郭秋生甲即个廖汉成因兜，就常常有高等刑事来甲因试探消息。这就是日本殖民时代对即个台湾人语言人权的迫害技术。不管安怎，即两个殖民时代，两个殖民的语言政策共款，拢甲咱台湾人的母语的语言人权完全剥夺了。咱讲日中要休困啦我就准则一个啦咱7点半开始吧，原则上8点半休困，然后。互大家休喘者啦听啊真忝休困者，翕一下相甲继续。买一个册，买一个册。买一个册谢谢。起一个便所，洗一个手。伫
第二点我要讲的讲，什么叫气势文化？吼，这就是咱台湾人有两边的气势文化的动作。这是台湾人语言人权的控制术。第一个就是这个第一遍的台语文化的复兴运动啊。伫日本时代，大家人所读到的真侪人拢讲，就是中国军受到中国因为去中国留学，受到中国五四运动、乌色因的影响，等下台湾开始提倡母语文学，迄个白话文学，开始讲爱写家己的迄个口语啊，即个运动啊。当然后来就开始受到积极，就是黄兆辉因就开始来讲，既然咱若爱写咱的口语，咱就应该写咱得讲的话。所以黄兆辉伫1930年就开始发表讲，怎样咱无要提倡乡土文学？迄阵的乡土文学就是咱即摆讲的母语文学，用台语、用母语书写的文学。郭秋生伫过当当，佮讲，佮发表建设台湾话文一提案，这就开始造成以后4当台湾文化界，特别是文学界4当的论战。这历史上咱家叫做台湾话文运动，就像咱台湾人，你台湾的作家要用什么语言去书写？你是日本人，政府是日本政府，教育是日语的教育，你是毋是爱用日语书写？还是有的人认为爱使用中国话、华语书写，但有的人认为应该爱用母语、台语书写。结果，这个4当的论战，足长的论战啊，历史上足少有人笔战啊，吼，甲讨论一个主题呢，讨论遐久的足少，足4当的时间，拢甲咧讨论讲爱用什么话去书写，迄是战甲足厉害的啦，吼。结论战到尾啊，母语文学战赢，就是大家拢作家拢开始认同讲爱用咱的母语书写。啊，所以就开始热河，因开始讲爱用台语开始来书写，这就开始有台语文学产生。足可惜，无37年1937，日本政府就专门禁止所有的汉语，包括文字语言，不管你用华语啊用台语，拢袂使。啊，迄就是因为开始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甲中国开始战争啊。伫1930到37这几当，就是这论战了，开始讲爱用母语书写，有少数的作家开始书写，还有产生少数的母语文学的作品。啊，最重要的作家就是咱知影讲台湾文学智慧赖和、陈坤武、杨华，啊，等等几个人。此后台湾人就阁有另外一个50当，无共款的命运。一直到1980年的中期，才阁有第2波的台语文学运动。当时的人，像在座各位有参加过的人，也是知影的人，也像阮，根本就毋知影日本时代有即个第1波的即个台湾人的即个母语运动、母语文学运动，毋知，因啊，拢禁止，你看袂到，根本就无存在。所以这是自我觉醒啦，吼。这个事实嘛会当印证讲，国民党中国如何吞踏咱台湾人的语言人权。实在咱大家拢毋知影，咱家己发生的代志，咱完全拢毋知。伊安怎甲咱禁止，安怎甲咱封锁，互咱看袂到这物件。迄个路线，咱头讲迄个母语文学的路线，是要使用汉字书写的路线，另外还有一条路线是抵抗语言同化的路线，争取语言人权的路线，是长老教会透过要提升罗马字，当时咱叫白话字来推塞的。主要作家就第一版，加大人生，即几个人，
因的作品伫教会内底发表，经由安尼的抵抗方式，避免日本的同化。啊，这两条路线互相无交叉，一直到北控年代，这两条路线竟然浮出来连接做伙。伫北控年代的时阵，开始有所谓的汉字甲罗马字人参的书写，就汉罗书写，啊，这嘛是真趣味代志啊。这第二遍的这个台语文化复兴运动，就是咱头讲的到北控年代啊嘛哈。除了日本的殖民政权以外，就是国民党中国的殖民政权啊。1545年占领台湾，啊，差不多嘛是甲日本时期共款，对台湾人的语言人权的迫害，语言的集体屠杀，然后语言的帝国主义就是该不该就是屠杀，语言屠杀啊，历史就去重演啊。1956年，台湾话伫校内底互禁止，一直到87年。校内底学生只要是讲台语，就会互人以各种侮辱方式处罚。第二届的这个台语文化复兴运动，咱家号做台语文运动啊，这是咱即马大家普遍在使用的。伫北控年代中期兴起，一直到目前，这个运动出现，讲要提升咱台语的文字的标准化，也是咱即马咧进行中的。这个语言运动有两个战场，就是语言文字复兴甲抵抗语言同化。甲第一时期无共款的是，基督教长老教会伫第一期有扮演重要的角色，第二期无缺席。为北控年代开始，台湾作家被要求爱觉醒，迄阵足侪人，台湾的作家足侪人遇到即种压力，因开始进行母语写作的实验。要用母语取代以前的视频语、华语，到当母语作家就已经累积足侪大量的台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到即马也咧进行中，作品算袂少咱即马来讲即个今仔要讲的即个重点，这个重点内底就是即本册内底讲着，我甲伊重点拢提出来讲啊。伫英语殖民的国家内底，因的文学现实是写做安怎？因是安怎选择因的写作的语言？伊嘛是安尼共款的物料呢？你教育就是英语教育啊，伊就是讲英语人甲咱殖民啊，所以咱就是从小就受英语教育啊，写作。就足自然就会用英语写作遮个人，咱等下讲就讲，甲台湾的作家共款嘛，足侪人嘛是拢继续使用华语、殖民语写作嘛。但是较趣味就是讲，伫英语世界内底，遮个要使用殖民语作家的人，因爱讲理由的，因爱讲，阮是哪要继续使用华语写作？伫台湾毋免呢，台湾无。是你要用母语写作爱讲理由啊，甲民族无共款是安尼爱尔兰的足出名作家 James Joyce 乔伊斯真上出名爱尔兰的作家、小说家，伊是咱认为是后面时期的重要人物。因咧讲爱尔兰的后殖民，就是讲因开始1949开始独立，脱离英国安尼自治，伊就叫做后殖民啦。Joyce 是用英语写作的所以这个作者体力，伊伫这本册内底就讲，虽然 Joyce 以殖民语英语来写作，无毋对，但是伊扭曲英语，以符合伊家己的爱尔兰题材甲语言，伊有安尼做，伊是有意识要安尼做，伊是有反抗英国的殖民，伊安尼做。咱台湾有寡作家是安尼的咱所在像王文兴是嘛，伊就做扭曲华语的语言来写作。但足趣味就是讲王文兴拄好甲伊倒拼
我们伫乡土北控年代乡土文化论节的时阵，我毋知影你知毋知啊？我迄阵伫大学内底啊，做学生啊，伊来阮校演讲，伊就是做国民党的拍手来甲大学生说服讲，这国民党怎偌好拄偌好，啊，台湾的农民生活偌好拄偌好。佮伊演讲了，阮遐学生毋放伊煞，一直甲问，一直甲问问题。喊伊迄个火车的时间到，顿放伊走，尾啊，迄个学会才甲大家同去拜托讲，袂赴啊，拜托互伊走啊，这个王文兴，伊的写作是像安尼啊，因扭曲的啊。黄春明是另外一个啦，因文春明咱等下嘛讲着类似的啦，类似的，当然后来还佫有武赫啦，少年一辈武赫嘛是扭曲华语的语言，但是因就无像 Joyce 即种的观点甚至 Joyce 还佫讲，捌讲啥来讲，伊要甲英语兴互英国，因为爱尔兰已独立嘛，英语要兴互英国，我处理方法就是我甲伊扭曲，伊要写英语，用英语扭曲英语来写作来兴英国人。Thomas 是 Wales 迄个时阵规个迄个叫做 Great Britain 大不列颠有迄个爱尔兰，有迄个苏格兰，有威尔斯，因这三个是甲英格兰人是无共种人的，这三种是讲 Gaelic， 讲迄个盖尔语的Thomas 伊是威尔斯用英语写作的民族主义作家。咱有咱无讲或者用实名去写作，就无民族主义思想啦伊这是啊，但是伊感觉讲用英文写诗，若像伫伤口顶悬咧压阳，伊家己安尼写，伊家己安尼感觉啊，就是真痛苦毋过伊讲，毋过我若要用 Wales 的话来写诗，我无才调的。无在通掌握即个母语迄微妙的差别的，所以伊只好放弃，用实名语继续写作。Kelman 甲即位是斯卡兰的迄个英语作家，伊嘛用实名语写作佮因透过利用英语方言的使用，然后英语内底某一个方言的使用。伊特别写伊方言用华语的方言。台湾这华语作家足侪是写华语方言，伊是方言作家。但是台湾拢无人认为伊是方言作家，黄春明就上介典型的伊就是写华语方言的迄照伊毋才是方言作家，咱写台语的人。无用方言写，咱是用台语的即个语言咧写呢。但是像黄春明，因是用华语的方言咧写，因这是方言作家但是当即个口文因用方言写是有目的的，标题的呢而且伊佫用足侪垃圾的，台湾的作家嘛是安尼黄春明嘛其中一个我是敢若拢讲黄春明啦，就是还佫有足侪人的啦，王金河嘛是啦因这种做类似的在因内底写做垃圾话，垃圾话你拢知影嘛那英语的 F word 嘛有 F 开头的若迄个台语就是叉开头的迄种的足侪作家是用写这但是因咧写这是变怎呢？就是我要气视频我调译过咱台湾的这个用这个语言咧书写的作家。毋捌听过因有即种想法毋捌听过Kelman 上较出名的，伊佫得奖的一本小说内底咱甲统计有4000字 F word，4000字呢，一本小说咧 F word 4000字，你知影 F word 即马伫美国还佫无人接受嘛？伫美国，你的杂志内底 F word 出来，甲 F 会使出现，后壁拢个叉嘛。你若电视顶挂，你若 F word 出来，
就是搬一声无伊嘛。当即摆台湾我咧学啦吼，无台湾一段时间拢完全拢无嘛，拢无要紧，有在理啊，要讲啥会使，但美国是袂使啦。你即垃圾话伫电视顶嘛袂得出现啦。所以有迄个 rock and roll 的歌星吼，拢共评讲，我顶个上电视访问，恁甲听着播，拢毋知影讲啥对不对？我按头出到尾啦，吼，表示讲吼，伊反抗精神足好个。迄本册得奖诶，得奖诶时阵，伊就讲我就是用这要反抗英语诶失明，我这是去失明诶动作，所以伊讲反叛失明主，就是讲迄阵诶英国人诶方式就是我要利用语言，特别是本仔语言，加反抗。像爱尔兰的是摕到诺贝尔文学奖上济迄个国家嘛吼，像 Yeats Joyce Beckett 都足出名爱尔兰作家，因拢是用英语书写，因的文学作品拢写足好，所以拢互放伫英国文学的课程。像阮读外文系，阮就拢爱读因的作品啦，你无可能无读因的作品啦，是啊。甲因放做英国的作家，伊讲，若甲即几个作家甲摕掉，英国文学就怎啊无法度平衡去啊？英国文学是靠即几个咧甲因摕呢，即爱尔兰作家即写遮好诶，阮当然爱算伊英语作家，但是即个Henry 即摆搁活咧啦，Henry 要后来哈佛请伊去教课，我伫遐时阵伊嘛伫遐啦。Henry 着诺贝尔文学奖啊，伊互选入去 Oxford 英国文学的选集的时阵，伊着公开抗议，伊的拒绝，伊讲恁袂使我选入去英语诗人内底，因为我毋是，我虽然英语写，但是我毋是英语诗人，嘛毋是英国诗人。我是爱尔兰的诗人，可惜Yeats真可惜伊过身啊，所以嘛无机会通去抗议伊嘛是抑个英国文学内底上伟大的作家之一即摆咱来讲到讲英国失明的，除了 Great Britain 迄大不列颠以外，还佫其他所在嘛，非洲咧，印度咧。非洲的作家的情形是怎？伊嘛共款困了这个问题，所以伊嘛是一直真困扰，讲咱继续使用失明语写作，咱是毋是会致使到讲咱的文学后来变做别人的，毋是咱的？另外一个因请反问伊家己的问题是讲，无咱是毋是应该？就认英语做咱非洲的语言，干脆就安尼想，咱即摆台湾是足侪人安尼认啊，认做华语做咱的语言安尼，所以嘛捌想过这个问题。Porter 这个南非的作家，伊就是用英语书写的，伊就讲英语就是咱的语言伫非洲使用遮个久后什物作家上大尾就是这个嘛，切贝大家拢知影，切贝是后什物作家上大个伊嘛用英语书写的伫西方足出名但是伊嘛是质疑讲，Porter 迄种讲法敢有正当性？英语要就变做咱的语言伊感觉讲迄正当性还需要考虑。伊主要继续用英语书写是讲现实上的考虑啦。伊讲伫内地啊有150种语言，英语已经成做因的共同语这可能伫台湾嘛真侪人安尼讲，台湾咧10几个语言华语成做咱的共同语所以英语写作，互伊有法度透过英语向内地的读者讲话。伊是用即种的理由继续用英语书写切袂这是伊现实的考量但伊嘛是认为英语书写，我用英语书写，
我嘛是有气息面的功能的作用啊。伊安怎讲？伊讲我用英语书写，我就是若想渗透入去敌人的阵营内底，按内底去甲因消灭。哦，这足够讲的哈。我用华语书写，阮就是入去因的阵营的核心内底。哦，伊毋则看有，哦，我毋则会当甲因消灭。啊，这个虽然后来伊无用的伊个无写作啊，但是伊对伊的母语伊个拢有保持正面的态度啊。这是台湾有哪真侪作家，华语作家是有哪这种态度啦哈。啊，所以伊讲用伊写作，伊就无法度的度啦哈，就是 no choice 啊，我只好安尼啦哈。这种我会当接受啊，就是讲伊台湾的作家，伊若做。感觉讲我就无法度啊，吼，我就无才调啊，吼。但是我较少句调呢，句调拢讲是你毋对，毋是我毋对。阮用华语书写是足有正当性，恁用台语书写有问题啊。但是切袂遐尔大个作家，伊嘛一直感觉伊无法度用伊个伊的母语来书写，有时啊嘛感觉真歹势。所以伊伫小说内底有一本叫做《无搁真安息》的哈，这本册内底嘛有迄个表达这种遗憾哈，讲必须要用外来语言甲咱的同乡讲话，会使讲是感觉真见效的代志，尤其是伫伊迄个语言为用的主人在场的时，就是讲英语人在场的时。伊感觉讲愈见效，因为呐，伊就感觉讲，恁爱用阮的语言书写，恁家己无语言了，所以感觉是足歹势。伊就安尼问讲，一个人伫为着别人咧放杀伊家己母语，安尼做敢对？所以虽然伊将要用英语书写，咧救民，伊嘛安尼艰苦心，安尼会反省啊。毋过伊尾仔嘛是家己回答讲，即看起来哪像是人讨厌的背叛，我背叛阮的语言哈，所以会互我产生罪恶感，所以伊有罪恶感。当然还佫有其他理由，有作家佫讲。因为阮的母语吼，阮的本土母语足神圣的啊，无适合来书写文学作品，吼。就是英语迄种哦，遐垃圾的语言吼，拄好来写迄个文学拄好，安尼。因为伊迄文学可能内底啥拢爱讲着垃圾的代志嘛，吼。所以伊讲用迄来写拄好。印度啦，印度，我哪会喙焦呢？我啉者水。我一工爱啉2千至3千cc的水啊！哈，我是水做的，你知无？印度英语嘛，时常互印度人感觉就是因的语言啦，所以这个 Relo 伊就认为讲英语对印度人来讲无完全算外国语言啊。因为因是因的迄个财阀，因的知识的个性啊，就那像Sanskrit 梵语安尼，还是讲像波斯语安尼，甚至迄个那拉样，甚至安尼宣称讲，伫印度英语是一个合法的发展，而且无需要搁抱歉啊。印度诗人Ezekbat 伊捌。替伊讲用英语书写来辩护伊讲，即个人若无法度用任何其他语言写作，使用英语写作当然嘛毋是讲足见效啦吼。伊就其他就袂当啊，都袂晓啊咱转来台湾的文学现实，日本时代。日本殖民时代的殖民去是一句，台湾文学只有赖和一生
伊就拒绝讲要使用实名语、日语来写作，伊表示伊对日本实名的反抗，所以伊的使用伊的文学语言，就使用迄个半青色仔的华语，甲伊实验式的台语。所以咱即摆读杨贵，无迄着偌好迄阵的台语的文学作品，拢读无啥有，读甲真艰苦，就感觉拢写袂通，就是即个原因。当然，伊嘛写无几篇啦写无几篇，伊就足艰苦放弃，伊无才调写放弃，所以就最后拢对伊写伊的古典诗。杨贵，伊嘛是有要用母语写作伊就建议讲要用母语来写伊长篇小说啦。结果我听因后生讲杨健讲伊写了报纸顶出来，因为你知影报纸，咱一般的作家是安尼嘛你若初学人投稿，伊是看你的内容写得好歹嘛你若成名的作家，伊是甲看你迄个名尔，就来看对不对？你都知影台湾是拢安尼嘛。以前拢发生种代志迄梁实秋就发生过就讲人比如联合报，就甲伊讲，阮甲伊退稿，你较到当还袂寄来？伊讲无我互恁退稿伊讲甲恁退稿，伊个编辑就毋捌伊伊主编捌伊编辑小编辑毋捌伊甲退稿可能写得歹嘛若一般来讲，看3字就顶我有哪捌遇过种代志咧？伫做日晚报啦迄阵主编的向阳我邀稿，我嘛寄去结果伊嘛敲电来讲，你太还袂寄来？我互退稿伊佫开会甲你退稿，叫我寄去，我寄去去照看你像迄个较含的，就是林文义咧编的时阵。迄有咱足含的，因为我拢有罗马字嘛，我的台语诗就罗马字伊就看命就照看罗马字拢混唔对去嘛咧看出来嘛看我家己看无咧，佫有一个较含的，叫做林水明林焕的，有一届伫报纸登一篇文章，一首诗，中国时报的款，我是敲电话讲，哇，你这首诗写足好。伊讲无啦，后半段拢毋是我的啦，我甲伊斗毋对去的啦，别人的录去安尼所以就是有即个经营所以杨贵嘛是有咧这经营，报纸会看出来第二天伊家己看报纸，家己看无咧，伊怎写尔？家己看无，伊台语家己写，家己写啥，家己嘛看无，所以嘛尾来放弃，无才调写。这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不要用贵的去跟学华语，用华语去书写所以伊拢是有要用母语书写的经验，但是无才调这个杨贵，这个伊有写真济啦，伊除了讲迄个得奖迄个散步有一篇是用日语写作伊是有试要用台语书写，但后来伊就无法度，所以后来伊用日语书写啦。迄个中国殖民的时代，伊才决定用华语学华语书写，因为嘛一开始先用台语书写失败，后来才佫用华语书写啦。所以算做真无奈啦无可奈何，只好安尼啦毋是讲因本地的认为安尼是对的啦。所以这是赖和。是杨贵日本时代的作家的经验咱较无法度接受，也是讲较艰苦什么是，咱这个时代，咱有个足个作家用华语书写的作家，会是咱足好的朋友，甲咱积极，咱用母语书写的正当性。你看杨贵，伊不但要用母语书写咧，伊佫认为爱用罗马字书写咧，杨贵因为就是用罗马字书写，
伊才有法度甲普罗大众、一般的劳苦大众结合嘛。啊，迄阵的思想是安尼，就感觉讲，一般人伊也要受迄个学校教育啊。啊，你若用母语书写，啊用罗马字因发音就看有啊，安尼靠着普及啦。迄阵的想法是安尼。所以迄个所以杨贵因两遍拢是安，签写作拢企图要用台语书写，两遍日本时代嘛是安尼，后来用日语书写，啊，伫国民政府来的时阵，伊嘛是共款，要用台语书写，啊，佮用罗马字书写。结果后来佮放弃用华语书写，学华语哈。所以伊伫写长篇小说日志，当然日志这篇长篇小说就拢无完成啦，因为伊就无这第一章槟榔的变死，后来伊就改做中文啦，用本用台语写。啊，迄个督察囡仔，就是我头讲丁力报纸，啊，结果第二天伊看无，就是督察囡仔。日本即种台语写。日本时代的作家主要是咱即摆来看起来，就是主体主要是用实名语、日语写作啦，哈。啊，咱到当咱无找到任何文献会当看到讲，这作家因使用实名语所做的变化，因无变化啦，哈。无讲我要用日语书写有甚物正当性安尼，无啦，无变化过，哈。毋过3况到3顺这4档内底，台湾作家为着要使用什么语言书写，就论辩4档，吼。啊，当然咱知影讲，到尾仔就是要使用台语书写正赢，逐个人就应该用台语书写。但是我是感觉讲，伊无管伊主张要用华语书写，还是要主张用台语书写。因拢感觉因是主张要用母语书写，即主张要用华语书写的人，因认为华语是因的母语，哦，所以是当时主张母语书写的人，敢若用日语书写才毋是母语的，啊，因为迄台湾人伊是认为伊是中国作家，伊是中国人啊，所以用华语书写理所当然啊。哦，这罗宾宏就是安尼讲的啊。哦，罗宾宏，伊就讲，台湾人既然是中国人的一部分，台湾人若脱袂出中国传来的风俗习惯、文化，啊语言嘛是中国的地方方言，咱台湾人佮用汉字，所以咱得咱继承以前人的努力，无条件去接受。中国白话文来做咱的台湾新闻学的工具，罗宾宏就安尼讲，伊是认为是中国人，认同中国，这拢罗宾宏讲的啊。所以我认为因虽然是主张中国话文书写，毋过伊嘛是主张母语书写的一种啊。所以因认为安尼是。迄个白话文主张的，我手写我口，我手写我口，啊，伊认为安尼。好，那像是到安尼，咱做个抗战，好无？好，接下来做我呢，即马先休困一下。10分钟啦。啊，敢是我成翕相？对咧，咱普通拢当这时间讲完就来开放现场问问题。啊，请大家注意听。即马我感觉已经有足侪真趣味的点哦，等下来当尽量问。好，多谢。咱即马来讲第2场哈，第1场咱来开始讲讲。伤光袂。但咱头来讲日本时代，吼，你不管你要用华语书写，还是讲你要用台语书写的人，拢感觉因是用母语书写。敢若用日语书写是用实名语书写。但是咧战后，即使用华语写作的作家，因应该拢知影讲华语毋是因的母语啊。
应该拢是知影。不过因无一定认为华语是实名语，因为有的作家无认为国民党中国的政权是实名政权，有人无认为。伊认定讲国民党中国是实名政权的台湾作家，准讲遮的是认为讲台湾遮的国民党政府是实名政权的作家，伊嘛真少去思考语言选择这个问题，真少去想。因差不多拢用同一个态度来对待母语写作的人，因的批评就是讲神明刻意。恁这种台语书写的人，神明刻意，差不多大家拢讲神明刻意。我只要讲，神哪是神明刻意？神哪用华语写作，神明就开阔；使用母语写作，神明就刻意。为何颠倒是母语接到母语？学习母语，会晓运用母语写作，颠倒神明刻意。无要接纳母语，排斥母语，排斥学习母语，袂晓运用母语写作，颠倒是心灵开阔。这是我一向袂了解的。较趣味就是讲，除了心灵刻意这个理由以外，反对母语写作、无要学习母语写作的台湾作家，因嘛找无其他的理由来正当化因的华语写作，因的实名语写作。好，用母语写作是实践去实名化上重要一个方式。是咱去实名化遐尔重要，是咱使用母语遐尔重要。爱尔兰因独立的过程就是安尼。爱尔兰互英国人统治700冬呢，毋是70冬呢，700冬，因也阁要用因的Gaelic语言写作，要复兴家己的母语。因为当初因一开始的时阵就讲一句话，伊讲：咱若无使用咱的母语，全世界的人才会知影咱是咱甲英国人有啥无相像，咱是咱要独立。恁都看起恁嘛是拢讲英语啊，恁嘛是恁的国家嘛叫做英国啊，恁英国的统治之下，咱就是爱使用咱的母语写作，全世界叫做了解咱是咱要独立啊。所以这个用母语写作实践去实名，伫台湾嘛是安尼，甲英语实名国家是共款的。这个大批量本土的非英语作家，时常表达对英格兰甲英语的敌视，就讲一直感觉迄个是咱的敌人。因相信政治上占优势的英国人民甲语言，终机会会甲因的语言，就是爱尔兰、威尔斯、苏格兰因的语言甲文化。最后间迫害、间消灭。譬如讲，威尔士的诗人Joyce， 伊就讲，伊就采取对英国固定不变的敌意，安头到尾拢就是感觉迄就是敌人，因为伊相信英语是永远带着威胁，向要抹杀、要消灭威尔士的语言文化前进。伫台湾敢毋是安尼？伊认为讲，只要咱即摆讲即个是另外一个重点嘛吼，这是上尾仔的观点啊。伫威尔斯，什么叫做威尔斯文学？你来讲，只要文学有使用威尔斯语伫写作。威尔斯作家用英语写文学，就爱叫做英国人威尔斯文学，毋是叫做威尔斯文学。敢若用 Gaelic 用威尔斯的母语写作的，才是威尔斯文学。用英语写作的人，有同意无？同意。
所以伫威尔斯，什么叫做威尔斯文学？用威尔斯语写的，用英语写的，就叫做 Younger。头前爱记一个词啊，叫 Younger Saxon，Younger 诶，威尔斯文学。无人讲第二句话啦。斯卡兰甲爱尔兰嘛是共款啊。用英语写的，就爱叫伫斯卡兰爱叫做 Younger Scotland 文学。伫爱尔兰爱叫 Younger 爱尔兰文学。伊个文学吼，名称较长啊，哦，用英语书写的爱较长。这个区别当代斯卡兰、威尔斯甲爱尔兰人的特征，就是讲，因心中足清楚，因有足坚强的民族主义的意识，啊，所以目前伫斯卡兰、伫威尔斯，民族主义就渐渐成长。因即期遐用英语写文学，是毋是应该是去算做英国文学？就共款。咱嘛会伫台湾嘛会使家质疑讲，因是毋是用华语书写的，爱算作是中国文学。即摆讲到非洲的一个大作家，肯亚的作家，叫做伍尔瓦通哦，吼，迄名真长哈，伍尔啊，伍尔瓦通哦。最后，伊放弃用英语来作为创作第一语言，伊本来用英语书写，后来放弃，改用语是因的母语，去听学，伊去听学。哦，这台湾真侪作家是安尼嘛哈。这个肯亚，这个非洲的作家伊是安尼，用的母语来写作。伊相信语言的争论，这个代志对伫气实面的过程中间是非常重要的。伫咱台湾较可惜就是讲，即个争议真紧，就去互消除去，这足可惜，无引起足大的争论。虽然咱有一段时间一直在讲，什么叫台湾文学，所以咱有出一本叫做《台湾文学正名》，内底就是咧讲，应该即种用母语书写才叫做台湾文学。啊，所以咱迄阵。甲我主办的迄个海洋文学营，就叫做海洋台湾文学营。台湾文学内底拢讲无语文学，拢讲台语文学，嘛无华语文学。伍尔伊对甲英语当做因的本土语言来教因的后代，感觉足袂爽的。伊讲即句话足重要，我请引用。称之是征服身体的工具，语言就是征服心灵的工具，所以语言就是拍入去你的内心的称之，就是市民者来到你这个所在，伊无摘掉全部甲你的人屠杀死，无法度用称之甲你全部杀死，伊会当杀死一部分啊，伊嘛无遐个称之。所以伊就尾仔就用语言这个称之，甲你内心杀死，全部拢消灭，到尾仔，大家拢消灭了。哦，即摆伊就达成目的。伍尔对这个代志，伊就感觉讲，若用英语写作，这继续害着非洲人的思想，被加进伫外国人的语言当中。咱若继续使用华语写作。咱就会甲咱台湾人的思想加进伫中国人的语言当中。去年呢是另外一个非洲足出名的后殖民作家，因认为讲你拢一直回避，一直不爱去讨论本土语言。这个行为是伫去文化的方式啦。咱台湾目前的情况就是安尼，甲你的文化完全拢去除掉。伊瓦里另外一个作家，伊的讲法就是讲，对西方这个来殖民非洲的这个英语人、这个法语人，
拢完全无批判性的全盘接受，当作无法度避免的媒介来教咱的非洲囡仔的后世代，互因用这语言去写作这错误的指导，而且使得非洲文学甲文化根本就无发展的机会。咱台湾目前就是这个证明。伊经过遐个使用实名语的作家讲，恁继续用实名语写作是咧找死路，迄只是走向内容贫乏、无创意，最后就是挫败、失败。这是我以前嘛曾写过，讲台湾人抑阁有人咧笑想讲，用华语写作会当得诺贝尔文学奖，这是找死路。无路通行。咱讲印度甘地，甘地是印度民族运动迄个运动的领袖。伊较趣味种，伊家己讲的语言的母语，毋是印度上大的语言，毋是Hindi，伊是讲新地第二大语，等于台湾是讲客语的啦。但是伊就讲，咱爱企图英语。所以，咱爱用咱的上大语言来做咱的共同语。所以，伊伫选举的时阵，伊是受英语教育啊，伊拢搁学上大语言Hindi的语言去演讲、竞选。伊讲，咱若无完成甲英语去，伊相信，甚至实名者撤退了后，英国人走了后。心理的失眠会继续落去，这就叫做赖失眠。伊强烈认为无去拒绝英语的所谓自由，其实等于无英国人的英国统治，无中国人的中国统治。伊相信，敢若印度的语言才摸袂着印度民族、印度人的内心。这就我嘛听讲的讲，敢若用咱的母语写作，较有法度帮着咱的心灵、的心肝耳啊，才帮会着。用华语无法度。坚持这个呼唤，伫印度争取独立奋斗的这个期间，成做印度人认同的目标，所以因独立成功。因甚至独立了。搁伫宪法内底定讲，20冬后英语爱废除。我当然知影，咱因到尾也无废除，因尾也是改宪法。啊，因为啥啊？印度就太散啦，你甲要拍字机，英语的拍字机要换掉，你就无法度啊。所以到尾也嘛是，英语嘛是继续留咧。台湾的，但是这个种无管。印度也好，无管爱尔兰也好，虽然因长期尾嘛无法度甲实名语完全排除、废除，也是讲消灭，无法度。但是上起码因迄个过程有去起因的实名语啊，有起实名语，甲无起实名语，咱一个种跳过迄个过程，咱一个就讲咱无法度，咱根本就无可能。去华语，所以台湾咱听到的独派的人，无管是政治还是文学工作者，讲的话来讲，伫台湾无必要嘛，无可能去华语，有听到无？这咱听惯势的话，咱根本无经过去华语的阶段，嘛无经过所谓找找咱的迄个，咱的迄个转型正义的阶段。准讲你长期尾你无成功，但你有经过阶段是无相像哦，是无相像哦。佮爱尔兰就是上个明显个啊，爱尔兰伊是只要是以语言运动为主呢，但是语言运动到真正咧做嘛，毋过伫中就捡着一个国家独立啊。语言运动还未做完成，伊国家已经独立啊，迄就是无相像。你一开始就先放弃啊！你要独立，我看足为难，无相像。最后，我就是要讲这点，就讲咱台湾的文化现实，伫日本时代，
现在要用母语书写，啊，伫国民党中国时代，伫战后现在要用母语书写。伫日本时代，我会归纳5个理由；伫战后归纳有4个理由，总共是9个理由。当然这是我归纳的，啊，你嘛会当归纳较济，还是较少啊？伫日本时代，第一个理由，现在用母语书写，简单啊，因咱是台湾人啊，黄兆辉就爱讲啊，咱就是台湾人啊。啊，这较有啥物通好讨论？就是用你的母语书写，台湾人用台湾话书写，吼。伊认为台湾人用台湾话写作无啥物奇怪的代志啊。讲你是台湾人，你头伫台湾天，脚踏台湾地，目睭所看是台湾的状况，耳孔所听是台湾的消息，时间所经历是台湾的经验，嘴讲的是台湾的语言，你为什么无要用台湾话写？日本时代呢？1930年就安尼讲啊呢。第二，台湾话有伊个独立性啊。你讲要用华语来取代，啊用日语取代，伊讲无法度。毋就伊讲，台湾是另外一个，台语是另外一个，台湾是另外天地。政治上的关系袂当用中国的普通话来支配，伫民族上的关系嘛袂当用日本的普通话来支配。所以爱用台湾话来书写，因为台湾话有伊个独立性。第三，迄个时阵因就是主流啊，因为迄阵是规个是左派的思想，所以因是讲台湾话是为了劳苦大众，所以咱爱用咱母语书写，咱的劳苦大众一般无读册、无受教育人，毋则看有。啊，当然，咱即马要去用即个观点，可能无法度。即马是倒兵，即马是用母语书写，因看无；用华语书写，因才看有。哦，所以是用倒兵啊。第四是讲，因为要扫除文盲，因为你用母语书写，因较看有啊，因若无受华语教育啊，因用华语书写哪看有啊，无受日本教育啊，用日语哪看有啊，所以因的基本的观念，你若用特别用罗马字，用台语，是用罗马字写，互伊音，伊就看有啊，伊要讲的话，伊就看有啊，爱通扫除文盲，当然即个观点，伫咱即摆嘛袂通。即摆台湾人已经大多数人袂认为是文盲啦，伊拢受过教育，虽然伊是台语的文盲，但是你袂使甲伊讲啊。我读到博士，我去文盲，但是台语都无半白的，无半边看有的，莫讲写。第五点，当时就讲，为着要解放台湾人，郭秋生讲一句话无用台湾话文做基础，一切解放运动，拢真是无紧的回章。无紧的回章是安怎？都别哇，别开花啊！所以建设台湾话文，的确是台湾人。你若要有要解放这种观念的，是解放的先决条件。所以是第五点，就为了解放台湾人。伫即个国民党中国的时代，现在阁有遐济人，虽然讲环境真歹，因要去用母语文来创作，无顾讲迄个语言人权互压制。写的物件无得发表，无文学奖，无出版社要爱出册，嘛无掌声，佫会人互人骂讲心胸刻薄，还是讲何乐沙文主义？为什么因要佫用母语书写？都拢无好处啊，拢歹处尔。我想讲，现在用华语书写的人，咱有时有些话拢咱的朋友嘛。咱有时会甲质疑，有时会相骂嘛，或者讲我足歹听但伊要继续搁用华语书写，是安怎？经过滚啊十冬伊身仔无改变，伊身仔袂受你影响，
我现在该用台语书写，我用台语书写书里啊咧。我即摆才唱啊，我足出名的啊，课本拢收我的作品啊。我文学足提滚来的啊，我伫台湾足出名，比较出名啊。我即摆该用台语写，我写书里啊，我太袂，完全拢无对伊来讲，要叫伊放弃，迄较有可能。伊无啥物压力咧，咱的社会无互压力啊，迄是咱朋友在互压力尔咧。啊，伊莫插伊就好啊，对毋对？较莫相吹就好啊。啊，社会拢无互压力啊，继续互伊掌声，继续甲伊学乐啊，继续互伊出名。伊才要放弃，伊这物件才要放弃。啊，但是抑佫有寡人，因就是遐个物件。拢无爱，伊就是要无去写书写。伫这时代，咱看出讲台语文运动已经成做纪念运动、文学运动、甲建国运动三合一的运动啊，三个拢合做伙啊。所以我家归纳出来的这几个原因，建立第一个原因就是讲，为着要反殖民，建立台湾人有尊严的台湾文学。尊严，我毋要去书写建立台湾人的尊严。所以林宗元伊伫限制时间发刊书就安尼讲咱台湾文学、咱台湾文化，在我想若是无完成台语文字化，创造一套咱家己的文字来使用，台湾文学甲文化就无法度生根落土。若安尼大丛开花结的果子，一定拢是半拉苗啊、半风啊的文学甲文化。所以，呼吁爱发展咱家己文学，有尊严的，毋是奴式的文学。所以你要继续用华语书写，就是奴式。这是第二是我讲的，吼，对，我有来讲话嘛，吼。为了建立台湾人的文学传承，就讲传承咱的台湾文学。永远拢咧历史不断咧重演，拢永远拢咧学人的话，啊学写文字，啊永远拢写伫幼稚的阶段，拢幼稚园的阶段，咱的文学变啊会当成长，咱根本无传承啊，咱的文学教单讲写偌好，都足有限啊，拢在咧学写尔，咱台语文作家嘛咧学写尔，对毋对？啊，你的华语文作家其实嘛是咧学写尔，啊，所以逐个时代的作家拢咧学写文字拢写袂好势，所以咱无咱的文学传承。我讲过就是讲，爱咱即代的人甘愿牺牲，放弃啊做庄仔，家己去贴庄仔，家己去学，然后传承到后一代，后一代佮继续去写，将来才有可能写出伟大的文学作品啦。这个时代的人，任何作家讲伊偌伟大，包括母语文学作家，讲伊写了偌好，拄偌好，偌伟大，我感觉拢无影。包括华语作家，我有足侪朋友，我若讲啊，因拢足袂堪一个。啊，这是事实啦。咱读世界文学，你就知影嘛。哦，你若咧读世界文学，你就知讲。安那的文学，咱讲做伟大的文学啊，咱拢就是伫遮内底，咱家己讲个做，啊，是人家己学了，啊，讲个做写了真好，其实拢足有限啦。第三点是讲，为着要建立民族文学，完成母语，林永敏，吴明祥，拢讲过安尼观点。一旦台语文学成做台湾文学的主流，迄天。台湾民族才是完成。林永敏讲的，吴明祥讲，一个民族国家一定要拼命依护伊的母语，所以伊讲民族独立建国需要人人实践。有一天，人人嘴讲台湾话，手写台语文，迄一天就是台湾民族国家自然出世的日子。
主人生啦，叫天然毒啦。地龙光，伊伫别种中的单位内底讲，遐个毋肯用单位写作的作家，是消灭单位3种人中啊一种，另外一种就是外来统治者，这人知影。还佫一种就是无要教伊的囡仔单位迄一种，第3种就是这作家，伊毋肯用单位写作，台湾作家若要用单位写作，单位就袂当紧有一个标准化的文字的。咱若一直要等待讲遐台语专家甲咱设计一套标准的单文字，才要用单位来写作，单位可能迄阵就灭亡啊。所以咱就爱写，当然即摆已经有比以前的情形较好，已经有某种的规范，咱要写就较好写啊。相信讲愈侪人用台语来书写，台语文字的标准化速度就较紧。我的结论，台湾文学应该行向母语文学，用走向母语文学。叶绍德伊虽然在生的时阵，少年的时，伊用华语书写，用日语书写，可能嘛无真赞同用母语书写。但是伫晚年的时，有一场演讲，我就听伊安尼讲。伊讲文学用母语来写是正当的，也就是讲一个族群用家己的母语来创作是应该的。譬如原住民爱用原住民语来书写、来写小说，是无甚好讨论的，应该安尼做的。林兴泰伊嘛捌安尼讲过，用母语创作文学，虽然因家己一生真少使用母语书写啦，但伊伫晚年的时阵拢有讲安尼话。用母语创作文学、建设文学，甚至用母语定法律、发公文，若安尼来做，即种做法才算是顺着自然的生命原理，这真正符合咱基本人权的行为。最后，我就是要做安尼结论。按照英语殖民世界的模式，母语文学应该正名做台湾文学，袂使互敢若称作台语文学、客语文学、原住民语文学。目前所有的台湾文学，称作主流的所有的台湾文学，指的是使用殖民者的华语写的文学。这个物件，我感觉咱应该要勇敢甲伊称呼，互伊一顶帽仔戴。叫中华台湾文学 ，Sino Taiwan Literature， 这是younger than Saxon 咧。只有用母语书写叫做台湾文学。咱唔敢安尼做咧，咱唔敢安尼讲。我安尼讲嘛，无人要插我。我这是迄个10几当前安尼讲啊。我是讲无偌久，蒋委员来讲，莫讲中华台湾文学，叫华语台湾文学，安尼就好啊。气势都无去啊，对啊。咱即摆就变安尼啊。台湾文学，什么台湾文学？所有台湾文学系数，拢咧教拢是华语。我伫台湾文学系数做教授，我拢毋捌台语，拢无要紧诶。我教华语，我就做好生活啊，理所当然的，对不对？无人甲即句，袂有人来愧疚。因为啦，伊就是华语台湾文学啊。你若甲伊讲伊是中华台湾文学，袂得呢。伊地位就加足济啊咯。伊是中华的，还是中国嘛，无要紧啊。这个参英语殖民的世界内底讲来讲，敢若用伊母语书写，较会咱叫做爱尔兰文学，叫做斯科兰文学，叫做威尔士文学。你用英语书写，就是英国人威尔士文学，英国人爱尔兰文学，英国人斯科兰文学，到今个安尼啊，到今日个安尼啊，无改变啊。按就意思到即啊，
无任何作家，伊个摕诺贝尔文学奖，小意思安尼。摕诺贝尔文学奖的英语书写，伊嘛是着爱谦卑讲，我都无法度啊，我着外省人啊，对不对？阮老爸按伦敦来，我着家要用英语尔。我尊敬咱用迄个假日写的作家，因这作伟大的，我无才调。我虽然摕诺贝尔文学奖，我嘛是无才调，我尊敬伊。但是咱伫台湾听到的拢毋是这种声音。主要是咱无够好谈，对啊。咱的迄个定位到呾拢无解清楚。好，我结论到这，剩的时间咱来讨论，吼。对啊，这是我讲着，这条我那足重要，所以我去报者，我是总到迄顶尔。台湾每一文学的语言人权伫国民党中国实行50几档以后，已经完全丧失啦。所以台湾人呾即摆就已经搁再度摕到政权啊，都毋通继续无中国人的中国统治的心理实力，还是讲内实力。台湾作家应该合作做伙来恢复母语文学的语言人权，袂当继续美踮华语实力已经造成的语言环境的既得利益内底。这我足侪我的好朋友，我来讲的拢足切我的，所以拢无啥咧来往。若是安尼做，就是咧侵犯华语实力，是正做语言帝国主义的帮凶强犯。好，结束。细节放入，正经。感谢李老师真有热情吼，真有内容嘛，真有见道性，批评到真侪人，这个演讲吼。我相信大家对这应该真有一寡感觉啦吼。咱即摆就开放现场问问题好无？看。这拢含我照我按时的共款啦，我讲剩半点钟嘛吼，9点安尼。好，我提一个问题。好，来。即阵我有参与一个台语运动嘛吼。我安尼讲会使，我安尼讲会使吼。我紧啦，后天卖录音录影。啊。你讲1980年，咱都有这个台语运动嘛吼。我就体人参加啦吼。等你到去讲迄个黄金河啦，是迄个乡土文学论坛。迄是1980年以前的呢，伊也敢无少作品嘛吼。以前。所以敢若甲即个无啥关系呢？伊迄个敢咱即个无啥啥，伊迄个。伊是华语的文章啊，话讲的部分是台语尔嘛。我是感觉，我头讲，迄种就是叫做华语方言文学啦。迄个乡土文学论证遐个文学作品，以我的定义啦。哦，以我的定义。迄个龙刀沙嘛，头是安尼。对啦，迄个我的定义，迄个是华语的方言文学啦。所以伊甲你乡土文学运动敢无啥关系？无关系，迄无关系咯。嘿，我第一个问题。嘿，是，我是无认为迄是即个运动内底，伊迄是华语的方言文学，所以啦，黄春明因遮个所谓咱即摆讲的乡土文学，用内底有掺寡台语的，伊的华语嘛，作台湾华语的，我会认定伊迄是华语方言文学啦，华语方言文学，讲华语，即个普通话。伫中国伊有一定的标准啦，伫台湾书写的足济拢就是敢算做华语方言文学啦。以我的看法，特别是乡土文学遐个物件。日本的华语大多数是北京的。中国的。好问题咯。感谢李教授今仔做精彩演讲。我要借问一个问题，毋过参李教授今仔讲的主题跟无啥关系，因为我是看即本册，我是真欢喜，就是讲
有即个机会来看这本册。啊，毋过我看这本册有第一个感想就是讲，即个册是用华语去翻的。啊，请教这个李教授讲，你敢有计划讲要去出这本册用台语来翻？啊，若有这本册，我会感觉看哩对愈欢。对。我当初要迄个用华语翻译啦吼，这有哪就是当初因的计划啦吼，因的计划私人册店，我摕互因时，因就是讲，我有哪当时我也赞同，用华语翻译，较侪人会买，啊较侪人会看，啊较侪人会受影响啊，吼，啊当然若会当，若有机会，也是讲我还有体力。我有哪会做即你讲的翻做台语，我家己拢有我的写作计划咧进行，啊，迄个是我的优先啦，吼，就是讲，我有新的写作计划，啊，拢咧进行中，啊，拢继续咧去做，啊，迄优先，啊，若还阁有时间，我再去做讲，譬如讲我的论文，我的博论啊，我的博论是用英语写嘛，足侪人讲爱翻做华语还是台语，伫台湾较侪人看。但是我拢无材料去做迄嘛，无时间来做迄。啊，当然，迄过程内底有足侪人足愿意要主动啊，给我翻啦哈。但是我拢翻一时啊出来一部分，无够一种啦。摕来我看，我就讲毋通搁翻落啊。因为确实像你语言学的物件，你若毋是读语言学啦，你真正翻无啦。英语啊。迄毋是讲英语问题，吼，所以做这物件咱无法度。你像迄个歪来赵元正尾仔伊博论嘛是别人来翻啊，啊嘛是有伊阁是较好了，伊还袂过身进就咱来翻好啊，吼，啊有诶人可能嘛无法度通安尼。所以我相信李教授咧翻这本册时，应该是有想过一个有啦，有想过啦。我即摆新的写作计划内底嘛有了即个问题。啊，我有迄个，我有2部册要写嘛，到底迄个主体要用台语啊、华语，我嘛是有迄个问题。啊，当我家己文学作品，当然用台语写无问题啦。但是，譬如我即摆咧进行的2部册，一部叫做《世界母语文学开基组》，啊，即个几十本嘛，吼，即个一部10本，啊。我若拢全部拢写做台语，可能嘛无人几人会去买啊去看吼。但是迄个内底的物件作品，我家己翻做台语是无问题。吼，啊，另外搁一部就是叫做文学的世界旅行，吼，诺贝尔母语文学选，啊，迄嘛是共款，就是讲迄个作品我会翻做台语，吼，啊，但是迄个行文、迄个本文。可能嘛是华语为主，啊，即嘛要考虑讲，出版社伊要出版的人，因嘛是会考虑啦，吼，咱文学作品啊，比如我写的诗，我写的散文，全部拢用台语书写都无问题。啊，但是你要推广的物件，有时需要考虑迄个有看的人啦。教授你好啊！我是参考韩国迄边啦吼，啊，当然韩国遐就那教授讲的，其实因早就无咧，因绝对拢是本土语言的韩国话咧书写啦吼。啊，这一点仔问题就无，一点仔怀疑就无啦吼。所以人嘛建国成功足久啊嘛。但是我一直有听到因民间吼有一个声音讲要转来写汉字啦，啊，政府绝对是把这拢定互死的啦，吼，无可能互因官方无可能互因搁转来写汉字啦，吼，啊，这是因民间也有一丝啊声音的所在安尼啦，嘿，毋知影教授对咱就是讲，这个前提先成立，就是讲这个单位做书写，吼，这是这个前提先甲假设成立啦，吼。啊，伫即个前提像韩国安尼成立的状况下骹吼，啊，即个咱汉字也是罗马字，可能干那即2个选项尔。嘿，请问教授伊的看法？对，迄个就是即摆是安尼，就是讲，
咱伫台湾嘛是安尼，就讲你民间一般有人主张啥个，拢一定会有啦吼。啊，准讲像韩国安尼，也是越南安尼，已经做成功啊。民间嘛拢抑佫有其他的声音，啊，日本嘛是共款嘛吼。日本甚至长期来嘛，都侪人主张讲全部拢爱用罗马字书写吼。啊，这拢有吼，啊，这是正常的。啊，有人要搁咱讲个做反动也好，做迄个复辟也好，迄种必然的。哦，迄种一定的啦，历史上你认为就是安尼嘛，哦，啊，干那一条路一直坚持的，迄若做主体，安尼就无要紧啦，哦，你讲拢无爱听迄种声嘛，无可能啊。所以台湾即摆已经进入多元的时代啊，对不对？你讲你台湾要甲听到一种声音，全部拢要用台语书写，安尼可能是嘛无。啊，用全部拢要用迄个罗马字书写，迄嘛无可能。啊，全部拢要用台语，迄嘛无可能。就是讲伫台湾，即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啊，所以咱来管视啦。只要主体是咱向前，咱要达成咱目标，正做主体，安尼就 OK 啊。啊，你主体若是去用变道啊吼，你当然无去啊。迄阵你就需要去医护啦，啊，你叫来个反疾病啊，啊，若无拢无要紧啦，就拢都正常啦。啊，你伫韩国抑佫有人会感觉讲转去写汉字较好，迄嘛都正常，但是我相信足少数啦。哦，迄拢一定啊，你越南嘛一定是安尼嘛，啊，你日本嘛是安尼。哦，日本早前拢一直感觉一定爱写汉字才有水准，你即摆迄嘛是拢写足少啊。哦，所以你若主体顾有着安尼就好啊。我是感觉咱嘛爱惯势听着无共款的声音。哦，啊，迄无共款的声音嘛应该存在，嘛是你的多元社会内底足重要的部分啦。你若讲迄个声音拢无听着，你嘛是真害。但是你安怎你的主体会当顾会着？咱即摆用台语书写，啊，也是讲用台语的迄个汉语书写，即个是台湾目前哦，都抑佫无真咧主流的啊，咱咧抑无真咧主流的啦。哦，所以咱抑佫爱去追求迄个目标，抑佫离咱的目标足远的。啊，若是讲若汉字啊罗马字，若是讲到即个议题，我当然就是主张讲，长期尾当总用罗马字，但是咱现阶段无法度的时阵，咱嘛是爱接纳汉字。所以咱即摆我是感觉咱接纳讲，咱较简单的汉字咱接纳，啊，所以咱有汉字甲罗马字两种文字使用。哦，啊，长期尾有法度慢慢过渡到尾啊，放弃汉字，这应该是咱的目标啦。袂使无即个目标啦。哦，啊，但是你现阶段，规个拢要放弃汉字，迄嘛无实际啦，哦，所以咱目前就是慢慢啊，哦，咱可能咱的即个语文运动，恐惊是一两代的代志的，咱即代可能嘛无法度完成。以我观察啦，以我参与观察，咱的进展足有限嘛，哦，啊，所以咱可能咱需要几啊代的时间，是毋是一两代咱完成无？啊，咱爱会赴咧，啊，咱搁爱做会赴，讲伫这语言4个进程咱着完成，所以咱其实压力足大啦，啊，所以会显示讲伫台湾做台语运动的人，通常拢有躁郁症啦，哦，大多数啦，你要讲你无可能嘛足困难啦。你家己毋知尔啦，哦，可能大部分人拢需要治疗啦。啊，你因为咱就是安尼嘛，就是会变安尼啊，足急啊，啊，但是环境佫遐歹啊，哦，迄个就是会变啥，心理上会变啥足艰苦，但是拢爱有耐心啦，爱有耐心啦，啊，爱毋惊艰苦，啊，毋惊讲无啥物好处嘛要做，知影讲毋是你一个人，还是讲你即个世代有法度完成的工课，啊，你若做一点一滴，就是拢有一点一滴的功效，长期尾就可能。
啊，你若放弃无要做，就一定无可能嘛，就是安尼，都要有耐心嘛。哦，来。教授，大家好。听教授来讲，介绍咱的路无偌宽啦，还佫有足长的时间啦。啊，咱即摆政府也换嘛，啊，教授咱报一寡好消息互咱无啦。安尼做点才较有希望，较有活力、动力，对不对？哦，那你教授参与的啦，是讲。咱基金会才有参与的啦，但是恁无参与知影的啦，想咱报一个好康的。即摆是安尼啦吼，拢当然咱即摆，咱甲讲顶一遍的迄个政权的转移的比较，就是较好嘛吼。无管咱2000到2004这段时间到2008才较歹嘛，所以迄足明显的好歹是看会到的啦。啊，即摆第二遍当然情形佫较好啦，佫较好。啊，咱拢有咧接触嘛，咱拢有汉新政府无管是文化部、教育部还是讲总统府，咱有咧接触。嘛无可能一边咧接触，一边咧说服，一边咧游说，就完全成功啊！你除非啦，除非你家己无去运动的人去做总统，去吸平，无你无迄个条件通要求讲因是安尼，因本地就毋是安尼人啊。但是伊甲你较共心，这是必然的。会加减听你的话，这是必然的。但是一个拢要完全照你意思去做，就无啥可能。伊本地嘛毋是安尼共款，完全是上下共款的人啊。所以伊会求助啊，当然咱会有互伊压定嘛。这个2004是到2008中间，咱嘛是拢安尼做啊。啊，咱嘛看到有较进展啊，实际上无做下咱的意思，毋过有进展啊。啊，咱即边会比顶边较好啊，情形搁较好啊，情势搁较好啦。啊，会拢完全照咱的意思，嘛无啥可能啊。所以着咱的意愿要安怎，啊，你就是落你去做，啊会拍折，啊着加减啊向前行安尼。啊，你若要照你安尼讲的，照咱的意愿安尼，你咧上爱尔兰安尼，咱就无咧。像爱尔兰安尼，伊的主体就是母语运动人咧带头，自开始拢安尼，伊革命运动就是母语运动人带头，所以伊新政府是成立，是马上定语言政策，马上讲，你若所有的迄个大学，你若迄个母语是必考，先决条件。母语考无过，大学就袂当无要录取，其他莫讲。伊母语运动的人咧带头啊，伊政府以母语运动人为主的啊。咱台湾就无咧，咱台湾的母语运动永远伫咱政运动拢是边缘的。啊，嘛毋是讲咱母语运动人无咧参与政治运动啦，啊，像独立运动啊，嘛毋是无啊，相反拢有参与啊。但是咱的力量是少，咱的力量伫独立运动内底嘛少，伫即马的规个社会运动内咱嘛少，啊少的原因有足侪原因啦，原因足侪啊，毋是讲干那讲对一个原因就咱解决的问题啦，总是乐观啦，比以前较乐观啦，咱会当看到真适当一定比以前较好啦，语言政策也较好，语言教育也较好啦。足侪你听人咧讲的，足侪拢都是谣言啦，毋是真诶啦，咱拢黑白传、黑白讲诶啦。要定客语做国语，好多话免定啊，这就是当然谣言啦。伊要讲客语，伊是讲咱即摆语言真迄个，咱去瞧的啊，对不对？咱逐个讨论的，咱摕好音的啊。就是足早就拢定诶，就是台湾所有的本土语言，甚至包括华语哦。我迄阵提出的时是无包括华语，但是尾仔嘛是华语放落，拢是国家语言。啊，伊要甲客人讲客语，
就是干那讲刻意，毋是讲其他无讲啊，其他本来嘛拢有啊。啊，旧的原住民就讲原住民语，伊全部拢是嘛，即个16个语言拢是国家语言啊。咱以后的国语就是复数的 plural 的语言政策，毋是单语的语言政策。这是要拍坏单语啊，对。啊，当然，迄个我当然足侪人，我可能即个问题就讲，啊，要哪可能实施？迄现在袂当实施，国语尔嘛。我毋是咧讲官方语言呢。我毋是咧讲 working language 啦，吼，国语就是象征性的尔，就像印度安尼，印度几百个语言，就是经伊16个语言做加做因的国语，遮大语言拢是国语，所以拢平等，你袂当讲对一个语言较大，咱若定16个做国语，我伫即个做总统，我就职的时阵，我就讲我的母语，这就国语啊，我是哪会讲华语？对不对？接待外宾的时阵，我就讲我的母语啊，迄个是国语啊，哦，这就是安尼啊。所以迄种迄个谣传啊，无可能讲定计伊做国语，啊其他语言毋是，哪有可能？有时阵拢就是安尼啦，拢是像类似安尼，啊无影啦，拢无影讲会比前较歹啦，无可能。哦，啊咱遮有10几个人社团的迄个，拢逐时拢有和县政府咧接触，啊有咧见面，有咧讨论啊，吼。当然上到目前为止做上好就是文化部嘛。文化部就是咱提起互伊的，人伊就已经人伊争取出来咧，就有一个真正一个迄个专职单位伫文化部内底。跟国家语言科，啊，到后步咱嘛是该要求咱伊就做袂到啊，迄就是伊无相像啊，伊个无够迄个比例啊。啊，咱即马嘛是要求迄个中央政府、总统府遐爱设一个单位，设一个专门管迄个语言事务的单位。啊，这拢也袂正式谈论啊，还袂谈着啦哈。啊，但是你着知影讲，这需要时间啦。你若知影讲，迄个小英是惯习讲华语的人，你着知影嘛？伊就是惯习讲华语，啊，伊就是华语世代的人。啊，华语世代伫台湾袂兴盛啊，吼！啊，华语世代的人咧做总统啊，对，你也毋是迄个母语运动人咧做总统啊。你若我咧做总统，代志就好做，对不对？啊，咱都无迄个力量咧，咱都毋捌安尼过咧。吼，所以咱就爱知影迄客观的情势，啊，然咱会有一个压力团体，不时咧和人对话，吼，啊，袂走精啦，无可能走精啦，吼。安尼会使小可满意啦，吼，无足满意啦嘛，勉强通接受啦，吼，这咱就是会当安尼做啦，吼，来。李教授吼，各位志友大家好吼。是安尼啊，因为我是可能甲恁无啥共款领域的人，我是一个半导体服务工程师，所以吼，咱伫台北、中部、南部，我讲交叉拢台语直接讲。但就一个重点就来啊，因为头拄啊，李教授讲的吼，拢是文学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吼，操作手册内底写拢是华语，啊无英语。啊，我咧讲的。离确认的时阵，我拢台语讲。啊，毋过一个较趣味的所在是啊，你若离较北部的讲的是你用台语讲的时候，伊就小可硬去。你这你在说什么？可以再讲一次吗？我就变过来迄个主动 translate 过华语甲因讲。慢慢去台中的时候，中考的时候就半南会使，啊，若去到南考的时候，规站拢讲台语拢会使。啊，这有一个问题，因为语言是加一个工具尔，你要去应用哦，实在是爱食讲才有。啊，毋过我较粗残讲一句啊，是毋是爱用考试，用考的吼。啊，家长哦，这个考试好，紧来去甲伊报，为啥？像我入去工厂内底哦，爱经过公安嘛，
去的时啊考一张啊，你张考无过，会歹势无700分，你是袂使入去内底施工啊。迄无电视内底是爱经过爱 pass 才使入去。所以你想讲是爱像头仔讲着，顶日是嘛问着啊，国家政策的一个部署啥的，参差的嘛讲，即个国家语言内底不管啥物语言，拢爱考。考大就惊啊，惊为着要摕分数，你就会乖乖去读啊，来推赛看会较紧哦。因为无共我练起哦，伊头咧讲文学，我是用我另外一个科技的方面来看，这问题是安尼。考都好啦，但是你考嘛是另外一个反弹嘛走出来吼。啊来，你有法度啦，你有才调，你是爱尔兰，你就才调嘛。伊就是讲我大学就要考，吼。有诶，你想讲迄个俄罗斯吼，罗西亚因占领诶国家，你想讲迄个波罗的海迄三个国家，因独立了，因着要甲俄罗斯诶人考因诶无伊。讲啊，你即摆阮独立啊，阮占遐久，啊你即摆要摕阮诶身份证吼，你爱考一个啊。啊是讲毋免考100分啊，60分就好，60分阮身份证就互伊，嘛甲因考。讲你要甲因考会使啦，你有迄个实力甲因考无啦？因会反弹啊！你伫台湾，你要甲因考，你爱去估计啊，拢迄反弹力量大到什么程度？吼，你有法度无？要咱即摆讲认真考试，当初嘛是反弹，但咱有成功嘛，有考啊，所以咱认真考试有咧执行啊，啊当初咱摕出时阵嘛是足困难啊，你迄个小学，到阵咱嘛讲无甲因考试嘛，这就是拢爱估计讲，你若要甲因考试当然真有效，但是你爱有才调，你有能力、有实力，通甲因考啦。伊会反弹嘛，伊若力量较大，你免怎？所以你这政府要实施一个政策，要用足强的政策，你嘛爱考虑迄个反弹力量，你有法度通承担无啦？毋是讲你变安怎就安怎哈，你来上爱尔兰，你会当啊，伊个国家就阮革命，阮老阮死啊侪人啊，迄爱尔兰革命的时阵死的人是有够侪呢，迄是拢一直战啊，一直暗杀安尼，因的运动是安尼做来啊，伊建立国家当然伊会当安尼做啊，对毋对？但咱敢有安尼？有足侪客观的因素啊，咱当然理想上讲，咱即摆政府对咱咧做啊，咱着规个拢来考试就好啊，无遐容易啦。即摆会晓的人有几个人，咱是感觉讲，以我的想法，嘛是拢足长期的，爱有耐心啊。咱即摆伫国小有咧教，即摆若搁伫国中有咧教，伊囡仔自细汉伊着接触这啊，伊有可能惯势啊。以后咱若文学作品搁坐，因若搁惯势啊，愈来愈惯势，愈来愈侪人惯势。你即个科技的物件，说明书你着用台语写啊，因着咱看有啊。你即摆你写落伊着看无啊。所以我相信嘛是需要后一代的人教育起来，因惯势啊。我即摆咧做的话，因还袂晓的时阵，我就是安尼，我讲的时阵。我讲台语，但是因为我知影讲伊看无，伊听无，所以我有迄个我显老有可能华语，我拍有可能华语。当然安尼嘛有人质疑啦，嘛朋友，我看因写文章，甲咱讲，迄个做啥物台语文，因咧讲华语尔，伊显老拢嘛华语的，表示讲像咱你册嘛用华语咧翻译来，对毋对？对不对？这个是安尼，就种策略嘛是爱有啦。你只要有向前，一步一步安尼，需要耐心，需要时间。我是乐观啦，我是感觉咱若有安尼一直向前咧做，后世因的惯势啊嘛。咱即摆目前的情形是比前较好真济啦。你虽然无满意啦，但是比前。以前较有可能像我安尼，对毋对？我伫学校甲校长报告简报，我用台语讲呢，讲咧校长咧，我学咧讲，你台语讲得够好，
这时代呢，以前还有可能，你还敢讲嘛？唔敢讲，对不对？你就是已经足进步啊！我以前公开场合讲台语拢不相骂呢，即摆唔捌呢。即样捌，我即摆无使用着华语嘛，话足好势咧。啊，所以有人讲华语嘛是迄个东山爱用伊，伊形容好啊。哦，我无华语，我话足好势咧，我足会讲着华语啊。但以前袂当咧，以前你敢公开场合用台语讲，对毋对？正常场合用台语讲，你敢？所以已经进步足济啊，啊，就是无法度通照咱的理想安尼尔。但是就是迄个压力嘛是爱互因啦，吼，就我就是安尼啊。我的朋友我嘛照常还做朋友，但是照常甲伊骂。压力嘛爱互伊啊，吼。但是莫讲因安尼就怎啊无要来往啦。当然伊较无爱甲咱来往啦，不时拢会甲伊互压力，吼。啊，人话本来话足好势啊，你安尼不是互伊压力，啊，所以就是安尼啊，咱就是安尼，咱就讲向前行，一步一步踏稳啊，吼，咱就有机会啊，咱莫放弃，啊，咱知影讲比前有较好，进比前较好，未来就比前较好，有安尼信心，咱就有可能成功，吼。我有那空这拄好咧，最后一个。我嘛袂问。你嘛即款的文字运动是拄仔讲的迄个作者写的文学以外，最近有一个网络普通的人有白写的网络，比如讲咱 Facebook 还是小批安尼。也是看起来台湾人，大部分是用华语来写的。我去辽国越南的时阵，看到一个少数民族叫做苗族，讲蒙，迄个华语叫苗族。因古早无文字，50年前才有文字，就是台语较台前有100年以上，所以台语个50年前才有。不过最近愈来愈侪人在写罗马字，罗马字运动在普及。主要我看起来主要是迄个网络的迄个民间的普通的人在写的少年人写的，安尼这敢有迄个？恁台语运动敢有迄个，一个用网络的学白写的少年人学白写的，敢有法度对台湾的少年人，和台湾少年人普及，敢有法度？这网络的世代啦，吼，你若网络若开始使用母语写作，吼，爱就希望哈。但是迄个少年人，伊毋莫讲用母语写作，伊各项看到问题，向讲到问题啊。不像我拢用母语写作啦，哈。我的 Facebook 全部拢用台语啊，无咧用华语。啊，我是认为咱真正着爱安尼做啦，莫去考虑讲人看有看无啊。哦，因为咱写无几字啊，伊看无，你着网友嘛。哦，伊若要甲伊看啦，啊无你着莫看嘛，安尼尔嘛。吼，啊遐济物件人看迄，对了，莫搁翻译啦。咱有足济朋友拢台语写啊搁翻译。啊，伊当然看翻译得，啊，伊是不是会看到你的？你头前写迄，我毋知咱家己安怎想的。像我的，就是拢甲台语，若要看看有在理啊，对毋对？都无华语人看啦，对。啊，我一篇写无几字啊，对毋对？你若爱看罔看，对毋对？吼，啊，咱爱开始安尼做啊啦。吼，咱特别是咱的 Facebook， 咱的人面册，用台语写，莫写长。你着爱用较水的，像我拢过去找插图，照水水翕相，翕个水水安尼，互人爱看。啊，莫写长，吼，像我的诗就是30纸以内，吼，但我的散文就是1000字以内，安尼，吼。你少年时
上啦。啊，少年时会上，无穿衫也会上。就是种种方法，互人爱甲伊看啦，爱就是有希望，真正毋通翻译啊啦，真拜托。咱足侪朋友，我是拢歹势甲因讲，你是翻译要创啥？你翻译伊就看迄翻译嘛，永远咧看迄翻译啊。哦，伊会使像我即摆是安，我拢有家己写吼。啊，有诶时候落马字，啊看无诶人会管问对毋对？有信息管问，还是讲伫下骹问，我就需要解说啊。啊，有解释嘛有华语啊，华语嘛有家注解啊。啊，伊就看有啊，伊就通学嘛。哦，逐个人爱较勇敢就出来。但少年辈种，即摆我哪有较少年诶一辈，像阮学生即辈因嘛，拢开始当安尼做啊。哦，愈来愈侪人。咱会使结束。其实伊嘛要问啊。我接这继续讲吼，因为我拄仔要讲就是这啦，就是讲，之前咱有讲到是安怎吼，伫台湾用华语写人拢毋免回答这个问题，就讲你喜欢用华语写，敢若台语的爱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我是感觉咱其实吼，就是一直爱去问这个问题。啊，毋若是问别人，若是问家己，因为即摆讲起来，大家拢咧写面册，拢咧写网络，拢讲起来，毋是讲干那文学家，即摆大家拢会当算是作家，逐工嘛咧写，所以我讲就讲啊，不如即摆大家都，你面册莫济嘛，你写10鋪有1鋪是台语就袂歹啊。啊，若照我的经验吼，其实咱咧烦恼别人看无吼，其实。我感觉别人看有迄个比我本来想象的搁较济，但无影拢看无啦。因为即个伊嘛毋是台语界啊，甚至我是外省人，但是你写了好人会甲起赞。对啊。哎啊，迄个世界大概嘛是共款，就是后生，有足侪人注意到这种台语写。哦，但是我感觉慢慢来，迄个老话就是咧讲迄个内容啊。这台语就变成是一个基本吼，就是就是一个事实就对啦。啊，即摆大家去看吼内容，这条新闻安怎吼，这就是变成一个正常嘛，大家当作理所当然啊。啊，这就真正爱去做才知，啊，所以我是鼓励大家，啊，当然这真诶前辈我毋敢讲，就是讲若是咱还袂安尼开始做诶人哦，做看觅真正诶，看有诶人比你想诶搁较济，对啊。